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其实好伫福起来的暗道10当中，福起来今同大家来收集当中，后生人啊，可能转到种下，天数也做农耕种的部分。虽然有非常多的后生人全部就种到种下，不过其实一直以来台湾嘅农业嘅人力还是当缺少嘅。今日嘅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啲新竹有一群当热血嘅职工朋友，佢也到其中乡下做乜嘅喏，佢也到去天数也到农民啊，减少使用也除草剂也到，古时佢也到甚至也除草太吹，係咪睇起來當熱血啦？古時上來係馬莎西帕亞群人，佢也到要做乜嘅愛做安樣嘅事情喏，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，分享除草太吹嘅太吹長王正乾王太哥分享。我係王俊乾來啲新竹來今日當歡喜來到阿群妹嘅節目。歡迎王太哥。其實講到呀除草太吹洗澡時，真係呀除草太吹，人就愛做很多嘛嘅事情啊。呢部分我最主要愛做嘅係3件事情。第一件係老人除草。真件就係老人除草。第嚟老農人家，還有一隻老公僕們。公僕們，等下公僕們就是我印象當中可能比如講縣政府啊、順豐嗰度，可能棉花嘅綠地啊，也就愛老記也就公僕們天數除草。係，因為我哋啲個實際執行嘅時候，就發現到當到啲路順，唔講係縣政府啊，無是學校順頭，還有。當下當到喺向多，啲條路順都會往好一片，佢是一種殺草劑。咁係就是第一件事，然後啲條路攤咧草攞嚟除脫咧，咁其實冇地方好噴咧，冇草好噴，其實會去配喺地方除草。咁第一件事情是講，辦你可以到社區地步去辦講座，老人講殺草劑係唔好。人哋判嘅對象係嘛嘅，就係社區喺見面。農民鄉親朋友也得。還有因為老佢講買農作嘅人，會老佢講農作嘅好嘛，佢就會買嘛。咁我哋會老佢講，除了農作嘅方便性以外，可能會帶來啲環境嘅破壞，冇安好啊，種喺草啊，冇安講，咁引起草冇講嘅時間咁樣嘢。種喺其他東西就有問題。第三隻部分是講，個荒野保護協會同啊合作，去讓政府嘅議會，攞佢寫請願書。做乜嘅愛寫請願書？然後內容係乜嘅？內容係講愛設立地方自治法，來專門嚟單位、專門嚟部門嚟管理呢種殺草劑嘅問題。不過也係應該有按樣嘅法律來去管理呢件事情爭錯啊。係，我哋要去查啲呢中華民國嘅政府就呢隻法。不過呢政府呢讓政府嚟咧下一段嘅時間直轄市嚟寫，其實冇專車嚟單位來，唔啲要請馬莎來發啦。嗰個中華民國有按樣嘅法律，唔過到各地方嘅縣政府過後就冇人管理呢件事情。錯，因為像農藥還係農用嘛，殺草劑係農藥。唔過當到公所啊，冇事村里啊，從辦公室佢哋會去拿來叫滷水。因為按樣就好管理，就好方便啦。唔過即係講也係做唔到嘅事情。唔過我哋去前面寫是唔啲要請馬莎，去留環保局講，然後去留嘅農業局講，是請唔到，所以佢要設立一隻請願書呢議員去提講要設立地方嘅自治法，來管理呢隻農藥呢隻議題，請咗專責嘅單位是籌備啦。故說推動一條就係希望販賣做得用呀殺草劑嘅素材，可能就搶農地，真正愛用就農地用就好，其他嘅素材盡量保持佢土地嘅活力，對不對？錯，因為
你啊吼，杀草机我哋去前啲啊用除草大队哈，是，然后草去除脱咧，是唔会有救咗个问题嘛，啊，你农民咩当然想，你即家时代唔会救杀草机啊，冇错，哦，咁迄种杀草机是讲，睇讲无奈何，有冇做？梯痛，梯痛法嘅，哦，老祖先留下来梯哦，4、5格，如果还会抢人手草，一下可能抢唔到人来手草咧啊，就冇办法。咁佢係你愛做，咁是哦無奈何是一種殺草劑。真嘅。哦，咁我哋即係老實講嗬，要係限定門檻是錯嘅啦，是講啊，70歲以上嘅人，嚇，願意講嚟改變呢隻文化，唔好用殺草劑，咁我哋有權人嚇，是來讓人聽除草。哇！咁是唔會講佢哦，會咁樣講你哋是會講冇嚟向外用殺草劑哦，咁你又唔讓嚟做。也就去設計提供，也就天數提供，也就幫忙去本地也就。係，本地講你講不會說是出去種栽嘅，我不會看望啊，嚇，我哋是用嚟閃啦。真件要去做。真件要去做，咁是老實講，咁你咩做啲嚟參加我哋嘅一隻團隊。哦，孫生攞幾大落來。係嚟落嚟，你做天數披薩嚇，因為一來一當然嚇，是農作嘅問題，是會一來一減少。其實像安樣嘅殺草劑，阿佢們自家有看過有用過殺草劑嘅奶，冇用因為一般人種東西當然希望人哋奶越鬆越好，越皮越好，越糊越好。不過假使講係用到呀殺草劑，可能家嘅奶子就會變到凍硬，就會變到凍。很扎實的感覺，對，不過安陽就唔係輕適合用來做東西，安陽嘅奶子。你啊吼，就是天，我剛才講，你除錯，佢都有講有3件事情嘛，但係天一件事情係寫喺落邊度講。哦。因為說，睇隻架吼，用到殺草劑以後，係愛買乜嘅？愛買塊好皮。哦，愛本嘅皮。皮啊好大條，種愛菜，種愛果樹，讓我醬，哦，好用。買好太雜條啊，嗬，咁然後定然食啊，嗬。唔過實在講，唔係講呢種割草啊，冇唔錯。割草可能一陣嘢一個禮拜。唔過你種喺面積可能冇安太啊，哦，咁是講好醬，咁而皮又唔是一安多，哦，因為咋草割下來一排起，變皮，變皮，先吃人嘅安用嘅順飯，是一隻順飯哦，因為。錯割下來是變氮肥，你去買皮沒買氮肥，咁好笑。Q 樣嘅東西，咁咪又要買咯。知道你種下條個無聊嘅問題啊，嚇，種下你自家寫嘅東西都當安全哦。唔過你下是講是要用到啲條肉嘅時節嚇，東西冇唔錯好講嘅，唔過只有農藥啊安全疑慮啦。冇錯。所以買嘅東西，你去老葉介紹嘅時候是講，嗌到係唔用農藥，咁人潛出路啊！咁而就是講啊，講係冇出去種栽。你講種出自家挑下來做。係，我只會老記得講，你嗰條當到相信做好，當到有綠市集。對。哦，是老記得介紹去改片，哦，都得買你小農嘅產品，哦，唔係講，嗰啲小農嘅產品要買人啊，種地種農藥，天擇。友善。友善，哦，做安全。做自家感受，輕鬆有嘅。也是愛老記了講，因為是家講啊，喺老記了講，農作都好，咁你去做乜嘅？所以老介紹呢條東西。唔講像本兒自家真係願意跳下來做，安樣做除草太水種，本兒自家願意按嚟做嘅原因，又係乜嘅？要看到乜嘅本知道，哇塞，原來殺草劑嘅危害安排。你啊吼是一啲藝術家講起嘅吼，因為有幾擺是看到叔公阿爸家嘅話，還有媽媽吼，上下會拿個筆啊，我是摘個花吼，摘個菜瓜嘅花，哦，摘下來，啲啊類溫啊，去溫解類，哎呦，我啲想奇怪，用人用變小蜜蜂啊，用變蓬啊。變蓬嘅，然後變那個媒婆，用奇怪啦，去天數搞法。係，條歌你啲係感染地位，當然想象啊，
那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咯。然后跳过很多个有做是有好事，你还爱3万做让有好事啦。连搞发也件事情就会去甲去搞一下。嘿，所以是看到这个问题哦，问了以后其实就当讲哦，像前2年那些碰了大量的事情哦，所以是去查了哦，原来迄杀草剂农药哦，用强度咧哦，该变到种东西唔会打过。因为碰的做唔得稀释，碰的一稀释就可能就死体，也是中毒的。嘿，中毒哦，我哋去查一些是中毒哈，还有any同好是碰糖啊，他是讲唔知有想过，记到该花粉集转去，佢咩马上是死掉，差不多10公月哈，佢要慢慢的死体，哦，是发现了种问题以后，嘟好。新竹染金府哈，第台三线有一家浪漫台三线的计划，而且有个爱波亭，哦，该是讲台积家做咧来提哦，对建设哦，你要做啲环境，你要美化哦，然后要做乜嘢啊，普通係硬體來建設啦，哦，咱看得到啊，剛才就有4隻案呢去提，嘟係是提啲冇做東西哦，唔係俩10萬萬，唔係正經設計嘅建設。係，問題，哎呦，睇一家去打票嘅時陣，俩隻提案30名。當人注意到。係，我哋諗想，哎呦，真是，你喺環境嘅議題，原來係真是睇一家係當重視啊。真嘅，因為環境就會現代嘅素材，故說其實大家聽出還較注意按用，比如講環境啊、土地啊，像係殺草劑按用嘅問題，還有還較多嘅內容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先。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也下好大家真人都當關心現代嘅環境，誒啲生活品質。故說吼，像呀土地啊、殺草劑按用嘅問題，見來見到人來重視了。今本日嘅節目來賓吼，誒啲黃太哥，佢咩神啲嘅呀除草太水，愛同大家來除草。唔過除草以外，其實還有當中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吼。人家就除草太水有一個講法，按到。依依不捨，依依不捨。做乜該按到依依不捨？你係講特整年的第一隻禮拜日，哈，該是按到第一隻，第一隻禮拜一哈。第一隻禮拜一，所以就依依不捨。不捨了蜜蜂，了蟲兒，了環境，所以叫依依不捨計劃。對，嗰時候特整年嘅第一隻禮拜嘅禮拜一，就愛去除草。該是去先聽公部門來哈，投入農地，我是學校順，我是你在地嘅小農家，了條農業家去感染、採染，了條個除草。你啊，條嘅成員有幾多少？係對那片來嘅，那片田來嘅。你條是喺新竹染那一年啦，哈，你條喺啲虎口哈、竹東、關係都有，還有你最主要要除嘅地方係啲黃山。黃山因為該係水源水質保護區，不少青年會留意保護好。係，因為你下面有講涉水啊問題，所以你是啲改變為起點，啲改變開始做，開始發展。不過除太也除草太水以外啊，其實黃太講自家咩成立的一個平台，咩算係品牌。按到七甲色，七甲色，七甲色黏梯，七甲色黏梯，你啊，你講你講是自家食啦，哈，因為他講的話，該是還是來介紹一些是講，你七甲色咩個客家自己吃的意思哈，你七甲咁食，讓我本人食，你叫理念去做，理念寫到懂清楚，七甲色。這也是你了隻品牌哈，容易啦，嗰時候要隻品牌，也係平台，也係愛啲嘅做乜嘅事情，販賣上去做乜嘅事情。你下我哋最主要係做食農教育呢一方面，結合學校，還有農家，還有第三單位，像主婦聯盟啊、某些社造中心該地，向下來做，然後人啲你下講嘅。
湿一啲湿白嘅東西。哦，冇濕唔啲濕白嘅，解喺啲那邊來，亂喺啲那邊嘢咪講啲便利商店，冇濕白嘅啲那邊超商拿出來啊嚇，即係我不啲，名都係亂，喺少暖啊。哦，這樣學下來嘅啦。係，不一啲，你現在亂係溫體蛋，不一定概念所以你做了食農教育了部分，不一啲食物來源喺啲那一片。韓國人都沒有啲嘅做嘢咧，很多食農教育場域的認證，所以按用嘅認證係乜嘅意思？認證嘅意思是講，你自家哈攞啲產品，農產品拿去檢驗，係因為你要做教育嘛，唔好講，你要教學生啊，本人啲現在都冇安全。所以我哋也要像咁樣解條啊，水果解條，所以拿去農會將佢檢驗冇農藥嘅殘留，呢條部分，有時候本記條嚟講，人講，真係實在安心啦，實在安心，呢部分不一定介紹不一定啲啊。嘅食農教育的場域，係講呀，呢條農從家就做得來做食農教育，係按用嘅認證冇？呢部分唔係按樣，呢部分是講，第一你要自己要成立一個商號，商號，某是你要一個自然人，因為你做了條東西啊，要潛入到面。原來係按呢，要做得找到像是生產履歷按用嘅東西，要潛入到。係，唔好講。基本人講下，你是農教育人員吼，忙啲，你基本係小眾人都請唔到，變咗就問題來產生，所以而自家要有一隻準則哈，而請呢隻商號，某是自然人哈，而去為服務改變登記，你的從你做嘅產品係乜嘅，兩條你所以全部就要寫清楚，寫清楚，要符合佢規範，對，你自動的翻書啊，會有問題啊。嗰時候除咗對自家產品嘅愛護，對土地嘅愛護以外，其實黃太哥行動上會同大家來紹介新竹嘅素材，比如講鹿寮行。因為我哋自家現在人其實啲鹿寮行，喺鹿寮行條歌是講原住民然後平埔族啲改片啦，打梅花鹿啦，打六個。真頭擺真勁鹿嘅。唔過你下是講鹿寮坑是冇鹿嘅地方。頭擺有啦。頭擺一天有因為話環境來改變然後一隻是講頭個記得打了擺時節，話東西大到咧，我那片燉意啦，佢記得是搭料嘅，當到鹿嘅，當到料嘅，那鹿料，咁呢個地方淺山地形，兩隻山凹一樣，像落嘅一樣，一條行一條所以鹿寮行，也是鹿寮行入來啦。哇，其實亞洲素菜有當到歷史同故事，我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像黃太講同大家講一下，對一開始唐講係有骨頭都壓下。有，你隻骨頭係茶潤茶嘅骨頭。嗰時頭擺係種茶嘅。錯，條個網友台三線，錯啊！喺日本時代嘅時候，佢係陸軍嚟戰備道路戰茶行嚟，佢是冇人行，你下浪漫台三線嗰條。哇！咁唔過你農民愛潤茶出去賣嘅時候，條個茶檔啲台灣當有名啊，福爾摩沙嘅茶，嗰啲峨眉、北部、竹東啲一切都你六條行兩條都關係，都大稻埕，都啲行咗你兩條骨頭。到啲六條行了，唔過光復以後，台山先開咧，路唔是行真茶，該是人行咧，茶行咧，變到呢條骨頭變到，真是慢慢的沒落下來啦，所以你下是你行起啲歷史行啲啲啊，剛才啲你下轉去是慢慢潛嚟你下攤歷史出來嘅。唔過過嚟過後，頭講沒有一攤工業算係依法下嚟工廠。有六條行嘅體型咩當特殊啊，就是講有一半嘅部分，一大部分係設到五華工業區，該是純啲啲的好山檔嘅地方，咩平原，咩條塊田，該地方是變農業區，所以呢六條行係工業區同農業區並存，
哇，的地方。原来係安呢。故說其實啲安用嘅所在行卡愛注重人自家嘅環境，做得減少污染，減少也條殺草劑農藥嘅使用，就盡量留佢減少下來。也下將要按多產品帶來同大家來分享，請問大哥同大家來小結一下，我條自家嘅產品有乜嘅？啲眼年頭前就有看到一盤幾盤嗬，一開始就變到呀，全部後來水就會跌下來你下我哋做最主要係係像順條解要結漿。哦，我做喺我本啊。好。該係我哋一家手工做啊。哇！在製作嘅過程其實做結漿，雖然大家都啲嘅做，唔過各家嘅秘史冇乜嘅共用哦。當然，我哋啲啊唔係做甜啊。我哋是加一啲啲辣椒嘅鹽使用嘅，哦，因為摘咧從摘好洗，還有鮮果，哦切，哦還有醃製。哦，因為嘅鹽會腐腐，嘅汁會腐腐，一隻一隻托好嘅嚇，全部都係手工，因為手嘅感覺最低啦，所以是純手工去做，也是帶人家課程本。我體驗來體驗，你做得來體驗，韓國做出按好食嘅結漿，因為佢食起來真件甜味下大，唔過鹹味同酸味貴嘅同雞肉嗰種，因為有上次雞肉食起來冇問題個，但係起來嘟好。因為好食到你問你那白斬雞哈，你嘅雞盤哈，好合啦，所以我哋做係好鹹。自家口味冇共用哦。除咗也以外，其實現場沒有看到東東，你東夾同大家來講一下。好，你下時節是做泰菜，鹹菜哈，鹹菜就兩片就做鹹菜，鹹菜館，還有菜脯。啊，還有菜脯，哇！還有前一包嘅是西蝶豆花，蝶豆花，真嘅，因為佢係有同浪漫嘅色，藍色同浪漫嘅藍色，冇錯哈。還有一隻前一包嘅，還有洛神花。洛神花，古時候沒有做洛神果醬。係冇錯哈，呢一條東西，還有一隻自家種嘅啲香水檸檬，我目前沒有做。古時候其實自家種嘅東西就係按樣，自家做的事要做得同大家來分享。古時候呀，黃太國嘅理念咪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個再來談佢嘅故事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群阿群妹。今下上一段節目當中嗬，要同大家來分享到黃太哥佢自家屋企嘅產品有多唔多，用韓國全部都係自家種嘅。佢每日節目當中沒有帶來本阿群妹來試一下，唔過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假使講人就上愛食嘅話，適合去參加佢嘅神農教育嘅課程，其實就做得咧。我識到嘅東西，一年嘅神農教育嘅課程就識得到，都識得到。哇，總共也一年的行程有哪度同大家來小結一下？喺我哋一開始嗬，一天氣來到宿舍呢就殺氣，所以上班鋪嗬是半夜嘅時間嗬，去住之前我哋是嚟介紹呢就殺氣，不一定宿舍呢啲殺氣，到底係有了解文化、有歷史，呢啲做愛把嗰啲東西，過來是呢殺氣媽媽自家煮愛。自家種愛菜，所以像家什麼食啲東西識煮愛食是識得到。哦，像也種當煮咩識得到？都識得到。比如講也係呀，鹹菜炒豬肉，炒狗肉，也基本上來到也愛佢我面頭前，我拿到數號我就批到嘅鹹菜當香嘅面試，古時候咪係自家滷嘅鹹菜。係都自家滷嘅，批起來就當香。該是你是講你下。洗出嘅做嘅東西是好食，真件咁好食，有辣筍，又有辣香。錯，
你也是讲，你这家吼客家人做的，唔系讲这家种，有啲人会讲，其实种咩工业啊、船只、毛孔用，毛孔用，一那去太买场买一插风去批起来嘅面头完全毛孔用。所以其实来些是都要适到你在地的食材哦，像你的果酱，其实下午点心没做得。这是下午茶了，对不对？嘿，冇错。那到呀下午茶就看到人家素红有呀面包，底杯嘅果酱嘿。那个洛神哦，韩国正经系真材实料啦，底度含款的都给到香味，对不对？冇错，哦，该料是果酱的部分，该料是含一种哦，你做很神奇。还蛮适合多一支饮料了。嘿，错，哦，所以你不以现在时间哈，主要煮你先做茶该得哈，还有是你下懂流行的该蝶豆花茶，哎。蝶豆花茶给我东讲很梦幻的颜色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噔，有看到冇？按用蓝色看起来东窗嘅人工花好，色料嘅色，不过其实唔咩哦。佢花青素。花青素，不过佢嘅花青素係蓝色的。对，等下你去看到，然后等下你再加柠檬。对，有看到我加柠檬吗？因为爱全部一下要变汽水哦，变成汽水时，我来变汽水哦，做乜嘅脑啦？来看哦，1、2、3，哦，带下给我立刻变色，变成有一点像紫色，就变色了，有冇？大家来看一下，日本蛋就像黑蝶豆花泡茶，听听。各位一下油啊，摸一下面，大家来看，有冇？规笔就变色嘞，变色嘞，给老给个碱性结合，碱性，然后柠檬，然后柠檬跟碱性结合，就变成暗用东江嘅调菜色，冇错，好梦幻哦！所以你要融入你的课程底部，不得只有懂神机啦。对，韩国呀，这起来黑白开水的味道，加柠檬水，因为蝶豆花佢本身係冇味頭嘅，故所以呀，真嘅係東強嘅色素，甜鹽嘅色素。哦，小朋友看到應該會吃到很吸睛吧？係啊，這不得像來到這片哈，熟食環境以外，啲些東西都要給出變化，哦，不引起佢興趣，唔可以講你下記得全部去買。乜嘅飲料店啊，你背啊手搖飲啊，不一流來啲片是自家 DIY 咩都會搞出當神奇嘅東西。對，初頭一開始來認識環境，下組頭就做得來自家做、自家食以外，其實還有當到內容啲啊，新農教育嘅課程還有乜嘅內容？像你下部分最簡單，像你做嘅鹹菜好咧，是不一啲早前頭我哋要先斬好，曬了以後啦，記得愛來滷啊。哦，啲大家識到有可能係小朋友用腳囊嘅。係啦，有調過嘛。哦，如果你實在講，係實在不以種腳打插腳去調，唔係有種係哦，唔係講不以種解乜解塑膠套呀，你睇下看動動人家辦活動。哦，也係做小童啊。係啊，該是去到冇安衛生，不過你實在講腳洗槍嘅是冇髒啦，吼。因為你啊，還要經過2-3擺嚟洗啊，然後煮一些，按調過後，你讓你感覺佢喺菜係咪有蠻樣？對，真更加當重要，讓他當到都市嘅小朋友冇按用嘅記憶，都加童年嘅想法喺度誒。係啊，即係你也是都講到調喺時嘅機會，叫愛救起啊，唔敢變，所以啊，你是動就神奇啊，不如就啲唔係講。像教書讓愛方式啦，哦，是為了啲教底部學習認識食物，對環境認識，對食物環境，然後對人啊，因為咋，你要種菜嘅人都辛苦啊，平常是早晨頭去淋菜，下晝頭去淋菜，冇叫肉嘅愛去捉蟲，哦，你哋都沒辦法想象啊，對，哦，所以你哋愛留意嚟講，所以對土地、對人、對環境嘅尊重，你都教育佢哋。對，講到也好，其實環境嘅改變對生態嘅改變咩動態？對，我睇再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人哋自家看到環境改變嘅理由冇？好，你啊，如果講到吼，像你下差唔多40歲哈，30歲以前，第一個很多穿山甲，這是第一個圖片動物園看。
该你下去动物园还看不到，因为它都躲在土里呀。暗暗的地方哈，该你下因为农作物弄按到咧，你提倡友善环境，还有一只从下一年哈冇按透过物资缺乏会打猎，你下好冇咧哈，所以环境你冇种作个虫的多咧，该记得携带东西来咧。该其是要自家来啊，种係。哇！你哋有看到最近的穿山甲？真是啊，托蛋，这连梨啊，好可爱。所以，这个是个老师学讲，记得会大空啊，吐记得去看所以你只要爱护环境，东西就会来古时候有真近看到连梨都攞杯。嘿，真是啊。哇！你真近從來冇曾看過。翕相像細學。種係來安西沒有接觸到啲嘢，所以我就，你係對環境好，所以東西是越來越多，故事是會越來越多嘅。真嘅故事越來越多當重要。其實我慶好我嘅故鄉苗栗，就係因為我漢細時節有當到對大自然、對土地嘅記憶。我相信黃太講以下啲嘅做嘅事情，咪係希望留一條記憶伴下一代，也係講下一代嘅人可能已經有當到人冇看過嘅。冇唔錯哈，因為你係睇人啊，講我哋係睇之後咧啊，當到啊種倍數，你看最多看到碰梅樹，唔過環境介好咧，倍數是來咧，像我哋下要寫下一台咧，所以嚟講，哎呦，我卡呢一片，佢唔是最起碼嚟動物園，然後嚟看影片，係看唔到，本土唔看，我哋下幾多，你學教幾多會講，哎呦。我有看過啊，大家同學講，所以佢喺啲家鄉嘅在地性，佢會連接起來，你對家鄉係好，佢會講，仲未叫做個像佢會對環境好，而且佢會講，阿婆仲未叫做個，咁樣買嘢會對環境唔好。孫你講嘅話，阿婆會彈；奶爺講嘅話，媽媽冇見就會彈。嗰時其實冇聽講，你做當道事情，唔單止安尼，其實而家喺啲台北行係有條路嘅。係，我早前條啲購車公司上班，送當然送購置。跟你幾久轉到仲下一拜？基本上係。得禮拜都會轉去。你係啲嘅試高鐵係冇？你當日轉去？差唔多。禮拜日、拜六一天會轉去。日到是下晝頭做些事，所以轉去。然後有計劃，有課程，然後有得聯絡，然後再社區會同意來，然後辦活動。所以是從頭會轉去啊樣嘢。哇！嗰陣其實係因為當到事情愛無限，當接轉去，咩因為當愛護自家嘅土地、自家嘅環境。係，因為我知道，你原本喺個地方是啲改變，但係你喺無留你嘅家鄉，弄個講，弄個你看到好順眼啦，咁講，咁。唔好每人講，人家福下啲，咱人唔敢講啊！咱人嘅現實講，我去旅遊行，哎呦，你冇講解環境當好當正嘅事嘅。大家用會相信。係啊，大家去現實，你突然來，你咩知道會有點見效啊？真嘅。你留環境打造好啲喎，然後有好東西要看，有歷史好談，有老人家講古，你也要結合起來。家鄉是會越來越好嘅。冇唔錯，自家愛自家嘅家鄉，大家就愛來愛你自家嘅土地，輕鬆有嘅理念就會安用。感謝黃太哥今日來分享哦，謝謝。咩？神王天使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聽下來做運動了。